现在时间我们已经进行了1个多小时哈，那我们下边请Dr. Ferhat Kurban Taridagli， 谢谢您。您要打开静音，您的声音现在还是可以，谢谢。现在可以了吧？现在可以了吧？是，欢迎您。谢谢。首先想表示的是，很荣幸和诸位在一起讨论这么一个议题。刚才几位教授，这个台湾的那些教授呢，我听到他们以后啊，有一位先生好像提到这么一本书，这本书我这里有。这本书呢是东托就是斯坦维吾尔人的真实世界，这是在台湾出版的，是2016年出版的吧。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一个老战友，是好朋友。那么去年呢，他已经去世了。因为我没能够得到他家里人的允许，所以我就不好暴露啊，请原谅。但是我趁这个机会呢，再次怀念他。愿真主赐给他天堂。那么今天我想呢，就是主要是刚才几位老师们也讲过嘛，就是现在我们的话题主要是因为西方很多这个发达国家已经明确的表态，中共在东托就是斯坦的所作所为是种族灭绝嘛，所以我想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或者是不了解情况的人呢，会问到他为什么要进行这个种族灭绝呢？那么我想呢，先把这个中共在东托就是斯坦进行种族灭绝的根本原因，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能不能用那个 PowerPoint 来演讲呢 ？OK， 先生。可以，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 technician 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怎样分享画面？你让我分享就可以了，应该是。你应该允许分享我，好像是。OK。好的。可以了吧？应该可以了。可以了吗？现在出现了吗？我是开放的许可，但是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在你那一端怎么处理，我不是那么懂。不，现在屏幕上有没有看到？没有。屏幕上没看到？我这边没有看到。哦，那就没有办法。等一下，我再。现在呢？有，可以，您正在分享中，是的，看到了，谢谢。现在可以了是吧？哦，好。那么我今天呢，主要是话题就是这个，我先，我这个电脑操作的不太好，所以请不要见外啊。那么因为我今天主要是针对一些就是没有机会能够了解情况的那些汉族同胞，分享一些这个概念啊，分享一些概念。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啊，我这个可能现在可以了。第一点呢，就是新疆还是东托就是斯坦这个问题呢，是刚才那个教授也讲过，这是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根源的事情，所以我简单的想讲一下。维吾尔人的故乡就是猛烈隆起的天山、阿尔泰山和阿尔金山、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天山南北的绿洲草原到帕米尔高原和格勒玛肯沙漠。这块广袤辽阔的领土在改成为新疆之前的名称是突厥斯坦或者是西域。东突厥斯坦指的是大突厥斯坦的东半部。中国国防大学校长、前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六牙洲将军
在他的《西部论》为名的著作中，把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的玉门关的广阔领土定义为突厥走廊。东突厥斯坦就是这个突厥走廊的东部。突厥斯坦一词是早在10世纪的地理学著作中出现的地理名词，意为突厥人的地块、突厥人的地域，是指中亚希尔河以北及毗邻的东部地区。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把当时他所到过的喀什噶尔、耶尔羌、于田等地形容为突厥斯坦美丽的城市。18世纪末，沙皇俄国开始侵入突厥斯坦，后来占领突厥斯坦的西部，满清国开始入侵突厥斯坦的东部，这样一来呢，大突厥斯坦就被一分为二。俄国人入侵的部分也称中亚，叫做西突厥斯坦；满清入侵的部分叫做东突厥斯坦。这是我在喀什高中毕业的时候，8克清真寺前边的这个。那么东突厥斯坦是被侵占的领土。19世纪末，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大争论，要海防还是要采防？采防派头目左宗棠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及其西北，弃西部及弃中国，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京师。左宗棠采防的逻辑比李鸿章一派的海防逻辑更清显严整，说服了最高决策者慈禧。最后左宗棠御臣出关。1875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就任钦差大臣，督办西域事务。到1877年底，左宗棠率领清军陆续侵占了阿库巴政权的喀什噶尔汗国领土以及天山南北。1881年，清军也侵占了伊犁地区。1884年10月1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新疆省的正式建立。该地区的各项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由伊犁地区移至到低华，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称呼为西域的这块土地改称为新疆省。这是当时清军侵占东突厥斯坦时候的这个路图。在中国边境划分问题上，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中国人历史上沿用至今的一种广泛说法，那就是塞内塞外、关内关外、海内海外、口里口外。以上词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内国外。关是指的今天位于在东北三省，塞和口指的是今天的甘肃和东突厥斯坦边境的玉门关口。关是指今天位于东北三省与中原边境的，也是长城东部尽头有要塞城门三海关和长城的西部尽头要塞城门嘉峪关口。而海内海外的海是指中国东南海沿海。这说明中国人对国家边境早有定论。当今在东突厥斯坦的汉族人民平时形容自己是从口里来的，或者是口里人，也就是说从国外来的，或者是外国人的意思。而这种说法一直普遍在沿用。上述历史真相和相关语词也足以证明，
东托吉斯坦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是邻国关系。3. 东托吉斯坦运动是维吾尔人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运动。从东突被满清帝国侵占以后，东突人民的自由斗争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并延续到今天。下边把几个典型的事件阐明一下。第一，哈密农民起义。1907年5月，哈密维吾尔农民因不甚忍受满清政府的在哈密的沉重差役，要求脱离哈密统治，改立哈密廷直辖，不久被清政府镇压，领导人被害。1912年初，由于辛亥革命和伊犁起义的鼓舞，在铁木儿的领导下，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哈密王的封建农奴制度。在巴里肯人民的协助下，杀死正太义生福。由于吐鲁番农民起义相配合，击败军阀袁大华的军队后，因受军阀杨增新的诱骗，接受招抚，起义失败。4年，铁木儿及属下的200余人被害。勇敢而天真的领导人铁木儿哈里发和善于作战的维吾尔勇士们，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却上了军阀杨增新所设的调虎离山的圈套。1933年12月12日，在喀什噶尔成立了东托吉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里就特别阐明一下，我岳父的父亲就是这次的这个共和国的成立者之一，也是当时的这个政府的财政部长。该国虽然只生存了1年多，是有国旗、国徽、国歌和军队等国家设施完整体系的一个国家，也颁发过护照和货币。1944年11月12日，在东托吉斯坦北部，又称3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塔人等突厥人民共建了一个独立的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它继承了前东托吉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设施，享有相当强大的民主军，也颁发过护照和货币。1946年6月，由于苏联和中共勾结并出卖，再加上维吾尔领导人的单纯和阴谋诡计高手张之洞的机灵，东托吉斯坦共和国也宣告终结。这是我们第2次共和国的总统阿哈迈提江，然后序章、国徽和国旗。这个国旗现在是大家应该都是很熟了吧？这当时颁发过的护照。中共执政以后，各种范围的自由斗争一直连续不断的在发生。林保华先生写的1949年后中国对新疆的统治问题的文章里有详细的清单，我就不再重复了。这里我就阐明几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其中呢，1968年到1970年的东托吉斯坦人民革命党所发动的南北疆武装斗争。1969年8月份，在喀什噶尔、麦开提等地以阿胡诺夫和米基的司令为首的革命武装起义。1974年，在喀什成立的东托吉斯坦地下组织被暴露，这时我在上小学，记得警察到学院抓走了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听说他弟弟是该东托吉斯坦地下组织的头号人物。是我第一次学到我们故乡的真实名称东托吉斯坦。中共巧妙地将伊斯兰恐惧症与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
中共政府最清楚东脱日坛运动的本质以及其可以达到的范围，因此中共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来抹黑东脱日坛民主运动的真实性质，掩盖维吾尔人的灾难性局势，并为自己彻底毁灭维吾尔人的计划而愚弄世界。这时，美国发生了911事件，911事件之后出现的伊斯兰控制政与恐怖主义相融合，给中共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中共为了抹黑东脱日坛民主运动，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运动和恐怖活动，并给维吾尔人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设了许多圈套，制定了阴谋的计划，编造了自己的论文，并进行了可怕的感知操作。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弃物事件，本来是一场由大学生组织要求正义的和平游行，既然被中共政府向人群里插入挑衅者，将其变成血腥冲突。中共政府迈出了在东脱日坛种族灭绝的新步伐，上万维吾尔人被中共活活埋葬或者是枪毙。2010年，北京政府为了酝酿新的治疆策略，调整了中央新疆工作小组。该小组找来了一些所谓的民族学家专家马荣、胡鞍钢、杨生明、胡良和、朱维群、厉生等法西斯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个小组。为了认清这些法西斯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我们看几件真实的发生的事件。2019年10月12日，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举办了题为东土分裂主义理论来源与苏联因素的节目，主要是围绕中共在2019年7月份发布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的内容来讲解中共对东脱日坛问题的观点。演讲者厉生是原新疆大学历史系主任，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实地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的主编人。他在答复一位观众的问题的时候，他说道，维吾尔族人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尊重权威，你只要比他官大，踢他2脚，他也不会没有意见的。第二个呢，尊重长者，这倒是传统。他在讲演时，下面观众评语是这样写的，不能悄悄吓完他们吗？诸位，我们把民族和信仰区别先放在一边，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问问自己，有朝一日，如果你当了某种程度的官儿，当普通老百姓把你当人看，向你表示敬意的时候，你会踢他2脚吗？你忍心这么无缘无故的侮辱他人的尊严吗？可见厉生和他的法西斯同谋忍心这么无缘无故的侮辱他人的尊严。这些法西斯汉人在东脱日坛常在维吾尔人家里做客的时候说，维吾尔人好客大方，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说，维吾尔人勤劳勇敢，能歌善舞。而今天在公开的场合，为了掩盖中共在东脱日坛的所进行的反人类罪，而把维吾尔人向汉族人民和外界面前推崇为暴徒恐怖分子，而毫不犹豫地造出谎言，并污蔑一个民族。同时，这也暴露了厉生等法西斯真实丑面，黑心、忘恩负义、心狠手辣和肮脏的黑面。厉生在演讲中指责维吾尔知识分子和干部说，台上讲的都是拥护共产党，台下在家里在自己的民族圈里边讲的是另外的话。我们现在把他们定为2面人。大家应该记得，最近中共以2面人对党不忠诚为借口，开始打击维吾尔高级干部。
并扔进集中营。从厉声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为了扩大打压维吾尔人的范围，而给中共策划出两面人帽子的，也是厉声和他的法西斯同谋。厉声还在演讲中还说，2006年的时候，调查估算享有民主意识的维吾尔人青少年有250万到300万。这个统计不是白白做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厉声和他的法西斯同谋供给中共策划集中营要扔进的最初的人数预算。所以今天说中共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数有500万是有证有据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真面目。2018年9月14日，在半岛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高志凯在否认中共在东托吉斯坦所设的集中营和所关押的人数时说，在新疆全部加起来就有600-700万维吾尔人，怎么可能关押100多万人呢？请特别注意这一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正式颁发的2015年人口普查结果公布的数据，维吾尔人当时的人口是1130万人。仅仅过了4年时间，高志凯在公共场合毫不犹豫地把维吾尔人口随便减掉一半，也毫不在乎，不愧为是种族灭绝的高手。其实他也暴露了中共在东托吉斯坦进行的种族灭绝罪行的目标，先把维吾尔人口杀掉一半，剩下的再继续同化，最终彻底消灭维吾尔人。在这里，他是在进行感知操作。他平时号称自己是维吾尔人的好朋友，喜欢维吾尔人，但现在看来，他原来是笑里藏刀，一直在欺骗维吾尔人，玩弄维吾尔人纯正的人情。他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没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对人类没有丝毫的情感。上述情况足以证明，所谓新疆工作小组成员们是由那些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高手、法西斯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重新组建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1910年5月2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并酝酿新的治疆策略。随后，在2013年10月28日，在天安门锦水桥发生汽车撞致人伤亡事件。后来警察说这也是跟东托吉斯坦伊斯兰运动有关。再接着2014年3月1日，在云南昆明火车站也发生了一些砍杀伤亡人的事情，这也是中共也是把这个事情牵涉到东托吉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2014年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也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这个事件，警方也是解释为是伊斯兰运动恐怖组织所为。那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202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确定了以后的所谓新疆民主政策大调整纲要及习近平的治疆大略。随着上述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发生了更有趣的事件。将近7000多人的维吾尔族人群突然出现在泰国，从他们居住的东土偏僻的地区到云南边境有5000公里的距离，必须要经过3到4个省份。这些人在外貌、言语和行为上与当地汉族人明显不同，而且到处都有配备了高技术设施的检查站。这些人是如何通过所有这些障碍
走过5000公里的路程，顺利到达边境的呢？假如说这些人有能耐，设法到达了边界，他们是如何越过边境的呢？再何况这些边境是被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解放军所保护的，平时连鸟也飞不过去的边境，7000多人是怎么越过的呢？这事件发生后，维吾尔人开始出现在叙利亚成立的伊斯兰国或者是 ISIS 组织里。真是巧合啊！2015年10月13日，在法国巴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几天后呢，2015年10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在巴黎举行安全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刘结一在会议上推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名称，并趁机把东伊运列入为恐怖集团的名单。很显然，按照新疆工作组制定的计划，中共安全部门精心培养出一些宗教极端人员，再把他们插入到在偏僻地区宗教信仰坚定但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当中，挑衅和煽动制造恐怖事件，睁一眼闭一眼，甚至默认和安排他们出走东南亚，奔赴叙利亚，以便以后为维吾尔人贴上恐怖标签。这样，即使维吾尔族被贴上极端主义恐怖分子的标签，中共也实现了减少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人口的目标。过不久，中共突然简化出国手续，让大批维吾尔人出国。在此同时，当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在出国热潮流的时候，中共也开始默默无闻地修建集中营。中共趁机也达到了一举三得的目标：一、声东击西、神不知鬼不觉地修建集中营；二、留在国外的维吾尔人，中共认为是给汉人腾土地、腾位置；三、出国旅游回来的，尤其是去过土耳其、埃及、沙特等国家的维吾尔人，是集中营的潜在罪犯，趁机也把包括学者、作家、诗人、记者、艺术家、明星等维吾尔人社会的智囊团、工人、学生和农民等无辜平民百姓、成年人扔进集中营受苦刑，儿童们在孤儿院洗脑，年轻男女们流放到内地受罪。2018年9月开始，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被秘密转移到口里的陕西、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省份。最初是大约有50万维吾尔人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根据新疆日报2020年10月30日的消息，2016年至2019年，全区开展各类职业培训471万9600人次。这些两位教授就是一个是新疆大学，一个是医学院的校长，都判处死刑，现在死了还是活着都没有音讯。现在就我们轮到话题，中共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的根本原因。140年前，湖南湘阴人、清朝大臣、著名将军左宗棠62岁的时候提出，中国的山泉兴盛及其西北弃西部及弃中国的言论，一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京师的逻辑
说服了满清最高决策者慈禧侵占东突厥斯坦，这样给维吾尔人将要遭受的被压迫生活铺上了物质基础。140年以后，即是2010年，安徽、浙江宁波人、安徽籍浙江人，第17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写下了《西部论》，给维吾尔人即将要遭受种族灭绝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先念几段，然后就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说的。这个《西部论》里边呢，我就挑选了几个主要的片段给大家念一念。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有益的地理位置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习近平2012年10月29日上台后宣布了中国梦。习近平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核心目标概括为2个100年的目标，也就是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一带一路”计划。中国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国强解释“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标是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才明白中共的真实目的。中共用这个项目，首先把突厥斯坦、中东和巴尔干国家通过商业网络联系起来，然后通过其建立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占领欧亚大陆来统治世界。中国梦是中共变成超级大国的美梦，一带一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也就是说，一个是目标，一个是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就是东突厥斯坦。中原历代政权的国策之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共虽然做宣传是大喊为人类造福，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口号，欺骗人类，实际上在治国方面完全照用封建统治政权的治国之道。因此，按照中共的国策，凡是处于和中国邻国地位的人们和地区，或者是某种原因已经变成被中共统治地位的民族，要么要同化，要么要消灭。当今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已成为中共系统性实行的同化政策的牺牲品，甚至满族、壮族等有辉煌历史的民族也不例外。但轮到维吾尔族的时候，中共传统的同化手段行不通了，因为维吾尔是在人类文化史上有过很多贡献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根源很深，生存能力很强。能源安全是超级大国的命脉，而为了早日实现中国梦，首先保证能源安全。中共认为维吾尔人是中共要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实现中国梦面前的最大障碍，所以要进行全方面的
种族灭绝。这里趁基金会，我把有关维吾尔人有些这个图片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维吾尔人，在历史上被称呼为9姓维吾尔，10姓乌古斯，这是说明维吾尔人是属于突厥部落的里边的这个乌古斯的一个支柱。然后呢，我们最早这个维吾尔人所发明之一是科尔井，就是吐鲁番的那地下隧道，将近有5000多年的历史，这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在维吾尔人是最早开始从农的，比如说这坎图曼，这是中文翻成坎图曼，最科学的一个耕田工具，这是维吾尔人发明。然后呢，骑马都是维吾尔人最具有这个最能够骑马是维吾尔人最好的一个项目，能做最好的项目。骑马的时候必须要穿这个什么裤子，所以呢，这个裤子是3600年前的一个裤子，这被在阿尔泰附近给发掘的。同时，骑马的时候所用的这个靴子也是。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克罗兰美女，这是古代的维吾尔语所写的这个针灸，有关针灸的一本书。饮食方面的发明，然后副食和丝绸也是维吾尔人最早发明的一个项目。这是女孩子们的化妆品奥斯曼，然后维吾尔人的这个帽子文化。这是维吾尔用古代维吾尔语最早的一个话剧的一个剧本 Maestri Simit。这是吐鲁番发掘的，就是维吾尔人所用的这个活版印刷技术。这个这是11世纪的语言学家，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马赫穆德·喀什格里。这是富勒智慧的作者尤苏夫·哈萨季夫。这是我们12木卡姆的作者是阿玛尼萨公主。这就是我们维吾尔人最早的乐队，都没有谱，但是大家一起弹奏，12个木卡姆，每个木卡姆延续2个小时的话呢，就24小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乐团。我现在已经时间可能也差不多了，谢谢你们。我这就谈这么多吧，可能超过时间了吧。我想让大家能够了解到维吾尔的这个历史是一种面对今天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哈。那所以可能像我周围的朋友，很多人都还没有办法甚至认为我们还是这种觉得说到维吾尔的话，好像觉得维吾尔还是个很落后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人很多。那我觉得谢谢这个法哈大哥你这个帮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这个希望类似的东西能够把它放到网络上，我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那今天的会议时间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很